高雄公山花公路有一笪私人的土地，顶头是拼真侪粪扫哦。昨暗火烧，今仔透早才拍花，四界拢真臭，阁有一寡污染物。同款这个所在，进前嘛捌因为火灾防法。环保局表示讲，即届会来加重处罚，嘛要求业者爱限期，甲粪扫拼清气。 消防向起火点喷水，出现大量的乌烟。高雄公山花岗路一块互顶着大量废木材甲废弃物的私人土地，直到暗时要7点发生火灾，消防出动至少21车、39人来拍火，火势一直到20半暝才灭掉。环保局嘛派人到场监测空污。觉得那个空气不好啊，对，因为之前这样的话就要臭好几天呐。偶尔有时候会比较蛮臭的。 哎呀，对啊，也是会想要看有没有什么相关机关可以去改善。消防人员20透早继续伫火场监测，面积大约500平方公尺的范围内底，土全拢压淡。就惊若是土内底阁有残火，会向树林拖去，土内底淋着废弃物。土地承租人当年违法伫遮等废弃物，都因为管理不当，前当5月就捌因为火灾防法，即摆会得加重处罚。因管理及储存不当发生火灾。 致产生异味及粒状物，处依违反空污法32条规定，裁处10万到500万元罚锾，以及违反废弃物清理法36条规定，裁处6万到1000万元罚锾。马路因为土沙粉严重喷水，火场附近都闻会着臭味。每届火灾造成的空污、土沙粉等问题，嘛，互当地居民感觉真烦。环保局表示，会要求业者限期清掉废弃物，嘛提醒居民这2天外出注意空气品质，做好防护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